主厨好势哈，实咯，我来请你个阿兵哥啊哈，煮好势料理问太家生。今本要煮嘛个好势的料理？来煮个意大利面，嘛个面诶？蒜香素子雪花猪肉意大利面。蒜香素子雪花意大利面。雪花猪肉意大利面。猪肉意大利面哦，韩创的面诶哦。系啊，你可能咧意大利面本来系咧意式诶，你加到咧客家元素。要加到咧蓝布子、素子，嘿，还有可炒面，可以炒一面冻用冻好一咯。哦，好啊，你应做应来打水鼓哈，古上爷爷一包去煮来，煮面呢，系嘛？嘿，你系先来烫面。水滚咧，烫面的时节会记得咧，用到染，嘿，用染。哦，一边按倒。嘿，记得边染吼是本去煮面的时间用梅头，那边的染吼一定会本去好憨的。应该你办台是咧清汤，就是咧共染汤啊，那个是到香憨，问麻条加样嘢，本去跳跳憨掉。哦，做嘛要按咸咯？其实那个面吼，先煮到几时加用梅头，样你煮的时间吼，长梅头，酱的梅头，阮酱的梅头，面抹梅头，嘿。咁用做的印煮，然后印炒、印芡嘛。做得啦。做得好。啊，这让菇面啊。好。面差不多要煮一久诶。差不多要煮到6分钟。6分钟就好诶，哈。今米准批的迄1度盐分的呀。应该你2个人是好嘞。按用咩唔好啦。唔过，我知道意大利面当中就做我们的煮太太粉没哈？但是煮太太粉就会绵绵的感觉。系啊，一般我看到都穿烫的，可能让意大利面穿成一份让你炒，冻烧的让你太薄让你炒一路绵绵，很好吃。配色的，好配色。还有讲蒜香，还有蒜头。好，意大利面有当多个当多种的米线咩？有青酱的、红酱的、白酱诶。啊，亚一出算是哪一种诶？呀，我选遐清炒诶。清炒油就讲油炒。系啊，用清炒时候诶，用个高汤。橄榄油。橄榄油，让你煮得嘞。亚用的意大利面当像来你台湾食咧个亚用的面条无嘛个强样，好冇强样。加个亚用的面粉做的哈。唔系，冇强样的个粉呐。对。意大利面系面系用个用的杜兰小麦。杜兰小麦做的。做的。讲亚系咱铺子嘛，亚系嘛个？迄竹笋。哦。竹笋切片。笋片哦。给水要先离开嘛。好。好，来让离开。哦，古种亚白用的五花肉。五花肉。先炒嘛。唔是，人家那边小狗烫鸭做。下面烫过。烫过啊好，后尾炒一段绵绵，要切泡泡的。后尾炒一段绵绵样的。哦，要泡泡的像加用的火锅片。火锅肉片，火锅肉片泡泡的，用的就较夹的哈。然后一边先来炒了蒜头啊、蓝布子了了，好，爆香，好，让来让元素。用到油那个蒜头先炒过。哦，先不用油。哦，唔过迄人油就做得。嘿，人油甜甜就去炒咗，可以讲然后是到伊咧蒜香，还有蓝布子咧甜甜的梅头。有冇想到爱用沙鸡呢？其实应该你用了炒啊，一般人炒了清的意大利面。最重要是一点点个梅头，基本上你冇一定会用个橄榄油，是用了蓝布子啊，你要客家的梅头，然后你
老凉面哦，又好清甜的梅头。系啊，那天就他磨按食欲磨按后，就做得吃得位磨共用的米线。好。所以用的是这个冰豆的蓝布子。哇，你看个梅头就出来了，就出来，太粗啊哈，就听出哎呦风茫茫的嘛，哎呦发怒啊，哦，浮动态要浮动态，高汤，那看面那样好嘛，还有一点点的米线，那样做得冇？样做得嘞，做得嘞哈。我看也唔是啊，直接撩过去就好诶。面那边嘛，好，你那边过来，直接边进去，啊，也就来杀羊咩哈？杀中羊。规下边进去也系地边。全部边还是做得嘞，放下太地位。哦，要切菜爱。现在要切嘛？会不会是当冰了意思做得嘞？不是切，哦。应该是小锅烫一下做的，之前开始咧刷锅叫嘛，小锅烫一下做的。也一次正然系当创意嘅意大利面哈，就讲嘅哎样嘅皮料啊，无嘛介强用，唔讲啊，吃到也一出，迄豆腐卡就做会到，唔系讲大肠迄都传糖。这样有办法做到，因为对啊，你咧讲会到咧好嘅东西哦，好学的东西，简单做，啊介绍俾大家，做啲豆腐虾是做得做咧。好。好，会洗袂平下去。做给厨师啊，就当家己翻锅，对吧？翻锅，你知道翻锅的作用系嘛？个？其实是老鸭东西要面啊，不然到底呗，才够有边呀、听懂呀哦，要酱好润润啊。好，唔讲系知道啊，用木材咪会圆啊，佢做嘛该爱用扁木嘅，系知道系厨师嘅习惯。因为厨师家是按样啊，哈，用嚟啲嘛，就会较夹。好，我们按用炒，按用当速当酸啊，按用扁较夹，好咧。试下咧梅头。冇不用盐哈，唔是不用盐。因为个蓝铺子本身就有咸的。有咸的。到了意大利之后，他碰到更加。因为厨师家是按样啊哈，用嚟啲嘛，就会较夹。好，我们按用炒，按用当速当酸啊，按用扁较夹。嗰还有一个重点系嘛个，就系唔系用木铲啊，有时时会落嘅地度嘅菜啊，扁形炒到扁形。比如讲，嘅面会团脱啦，哦，啊唔讲用扁咧，如果用扁咧，菜唔会扁形，唔会扁形啊哈。誒。好，它叫齐天菜。齐天菜。饼啊。唔可能用迄咩当叫三下，唔过唔家是要用木铲诶，计法就会当叫啊吼，就炒几下下诶。好咧。试下咧梅头。冇不用盐哈，唔是不用盐。是。因为个蓝铺子本身就有咸的，有咸的，好有拉咸冇？拉嘞，
故事我们加冰冻豆高汤没？要他们还是要把它收汁。哎，好，到嘞，係啊好啊建議來。哦，係咪建起來？哦，青米係咧個建解下，落個面那樣，建到有立體感那樣。建議來。伊下誒，你阿邊個嘅椰出料理組合咧？嗰老太家小個椰出的料理名稱咧乜嘅？蒜香素子雪花豬肉意大利麵。好，組合咧我準備上作了。蒜香素子雪花豬肉意大利麵，煮水加調味鹽，等意大利麵落鑊煮差唔多6分鐘。五芳肉、湯皮酥，蒜頭切片片的，鹹椒味切細細的。等蒜頭炒香以後，加藍布子、竹筍、皮糖煮一下的。炸點等意大利麵，湯熟的五芳肉、鹹椒味放落去叫我煮。之後我擺盤以前加調味起鹽插就得嘞。